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咁我係肥仔輝。咁今日同大家講到黃大仙靈籤第28籤。28籤咧係一支中平籤嚟嘅，咁就係講白居易聽琵琶。咁大家知白居易《琵琶行》《長恨歌》就係我哋最聽得多嘅名啦。以我有限嘅知識嚟講，咁佢4句籤句就係咁講嘅，就係船泊尋陽月夜天，琵琶一曲動人憐。相思兩地憑誰寄？白雲催人上蘇癲。聽落去好似一個好唯美嘅意境。哇！月夜天裏邊有架船喺度泊住喺度，聽一啲琵琶動人嘅歌曲，令到人哋覺得我見猶憐。相思兩地憑誰寄？可能記得我哋以往一啲好開心、好舒服嘅故仔。白雲催上人上蘇癲，就可能月夜啦，已經到白雲出現，即係開始日出啦。其實佢講緊一個好靚嘅故事，但係實質佢講緊呢個係咩故事呢？講緊白居易呢一個人。白居易呢個人呢，好分明嘅。40歲前嘅白居易呢，非常成功，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，好早就已經係可以做到呢個大官或者達官貴人㗎啦。咁但係同時咧，因為佢係生性耿直啊嘛，咁之前都講過啦，佢又同啲宦官即係又想改革，又係同宦官勢成水火，跟住俾人貶落嚟噶嘛。咁所以白居易喺40歲之後咧，其實佢嗰個仕途咧就相差好遠啦。咁但係佢落得清閒啦，佢自己落去做官，佢冇嘢噶，佢心情好，寫詩詞歌賦，好開心，冇問題嘅。直至有一日咧，原來呢個故事就係講有一日咧，喺江邊嘅時候遇到一個琵琶女仔喺度彈歌曲。咁因為佢好耐冇聽過一啲我哋叫做京城嘅歌曲啦，咁佢就特登揾架船咁啊走去嗰度揾嗰個琵琶女。咁個琵琶女嘅故事係咩呢？原來琵琶女當年呢係我哋港姐咁靚嘅，貌若天仙。咁所以呢，當年係講緊咩啊？係跟最出名嘅姓穆同姓曹嘅兩位師傅學琵琶。花樣年華嘅時候係50少年爭前頭，一曲紅哨不知數。簡單嚟講就係佢靚嘅時候，啲錢送上門啊，好揾。咁到歲月催人老，到佢見到嘅時候已經係年華老去，冇人再揾佢。佢嫁咗俾個做官嘅人，但係做官嘅人又一時開心啦，之後又走咗。咁嗰個琵琶女冇辦法，到佢年華老去嘅時候呢，佢再彈翻琵琶嚟賣藝。咁佢見到呢個人嘅時候，觸發喺自己嘅心情，就諗起自己，我當年都係好風光㗎喎。雖然我而家叫做唔差 enjoy，但係佢就影起翻佢當年呢，真係諗起都覺得唔開心。咁所以就出咗一句説話叫咩啊？我聞琵琶已嘆息，又聞此語重唧唧。咁呢啲咁深嘅嘢，我哋梗係唔識啦。我就識得白居易出咗句説話叫咩啊？就係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嘅啫嘛。因為我有睇周星馳啊嘛，佢就講咗呢句説話：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呢？佢緬懷自己嘅身世，覺得都冇辦法啦。咁到送走佢嘅時候呢，大家都係人生最低潮嘅時候，係一齊去相遇。咁所以呢支邊度係中平籤嚟嘅？實質呢支籤講嘅故事，全部都係講緊你耷咗落嚟，你跌咗落嚟之後，自己又緬懷身世，兩個人喺度真係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真係講得好好嘅就係你又唔如意，我又老去啦，我亦都冇機會再上翻去啦。但係大家都要生活，都要忙碌，但係自己互相體諒一下，緬懷下大家嘅心情，然之後喺人生嘅一個低位度，點樣我哋叫做平淡地老去呢？適應自己呢個生活呢？唔好再諗住搶高峰呢。呢個先係呢支籤同我哋講嘅嘢，係講緊兩個直頭係兩個仕途失敗嘅人相遇嘅故事。咁頭先我講過第一句講緊係重點係在40歲，特別係求事業求生意嘅人。40歲係一個黃金升上嘅年期，可能佢係講緊你嘅年紀，可能佢講緊你當生意，可能佢講緊你嘅仕途。大家去意譯一下嗰個事情係點樣，而得出究竟最尾嘅結局係點。OK， 今日講到呢度，下次再同大家傾過，拜拜。